我哋領英中學校友會，咁你校友會聯歡晚會，第一席響呢度，第二席咁樣。其實今日呢個聚會係1966年級姚社張雙慶，佢係中大教授，就通知佢嘅師妹委社龔錦薇，就請到大師兄何萬森賓社嚟做主講嘉賓，同埋委社各位委社基社通知咗張心永主席。張心永校友會主席，呢個係1964年度，1963至64年度張心永校友。咁人數咧就接近鏡頭轉過嚟嘅係當晚校友獻出嘅卓銘欣校友獻出嘅20週年領英20週年1958年校刊。呢個係領英中學校友會香港總會慶祝母校31週年校慶，響大會堂公演朱門怨，演出者洪高煌博士，演出委員我認識嘅張心永、馮峰、張聯標、陳子慧、張雙慶、施能銘、馮清、李國強、鄧耀宗、温明佳、洪高瑞、梁文耀。舞台監督張心永、李冠堂、陳子慧、馮峰、施能銘、馮清。機會俾我哋成班同學都對領英好有歸屬感。領英嘅同學咧係遍佈五洋四洲咁諸如此類啦。咁有啲就係我澳洲北美洲呢個加拿大咁小弟係來自潮州嘅，咁係。第一次唔係自己嘅社聯歡，而係聚合幾個社聯歡嘅。咁再近啲一次嘅咧，就係響舊年嘅11月。咁我唔知在座啲如果資歷比較輩份比較高啲嘅同學咧，可能會記得我哋以前有位郭秋雲老師咧，係教我哋普通話嘅。咁佢舊年嘅11月咧，就響係咪加拿大加拿大啦，多倫多。響加拿大多倫多咧，就翻過嚟香港㗎。咁喺舊年亦都有6位嘅唔同社嘅同學咧，係同佢聯歡咗，就大家係好開心㗎。咁亦都係經過呢2次嘅聯歡晚會，大家都覺得嚟自唔同嘅
社嘅同學可以共聚一齊咧，係好開心嘅事咧。所以亦都啟發咗今日咧，係再將個範圍擴大啲啦。咁所以嚟咗好多長老啊，或者啲僆啊咁樣嘅，咁就感覺上嘅氣氛咧係真係感覺得好開心咯。咁我介紹一下我哋今晚嘅最高嘅長老就係1952年畢業嘅葉社張生永，頭先已經介紹咗1950年代已經存在嘅，佢係我因為1961嗰陣時係參加嗰個戲劇組啊，咁佢咧就嚟做戲劇領英校友會戲劇組嘅導演啊，咁就係我哋專稱佢係水叔嘅。咁仲有一位就係佢太太，佢咧就嗰陣時就追到佢12班低佢12班嘅師妹馮峰啊！你話佢幾犀利咧？溝女手段，咁我咧就睇住佢哋兩個拍拖嘅，因為佢借住佢係導演啦，咁咧就即係馮峰，佢而家就唔承認佢係女主角，我唔係幾記得，因為馮峰係顏社1962年畢業，62年啦。據我所理解，佢好似係顏社校花嚟嘅，都係領英學生會嘅會長，即係選佢做校花會嘅會長。唔啱好榮幸得到何萬森，因為佢係中大聯合書院嘅差唔多創立校友會嘅，佢係分社嘅1953年畢業，你哋大家可以睇呢個校歌下面有寫住嘅。咁呢個第一日做咗校長就係終身校長，學校長唔該你起啊！應該我講嘅唔係中大領英嘅，就何校長，仲有一位黎國黎騰社。校長又校長。校長 ，sorry， 終身校長嚟嘅。黎校長同埋何校長，佢咧就頭先俾咗我哋好多點樣經驗啊。所以各位同學，如果你哋第日仔女嘅教育有問題啊，想揾啲名校咧，咁呢兩位校長可能幫到你哋嘅。如果你哋打下朵嘅話。咁而家我哋因為今晚節目豐富啊，程序好緊迫，咁我哋咧就排咗大概8點半就先至起賽啊。咁而家水叔，你有冇嘢同我哋講啊？隨意講嘢，好高興非常之高興聽到啦。咁低啲嘅咧叫我做水叔，對低啲嘅叫我水哥。咁而家咧葉社嘅，咁你一所以有一個咁嘅聚會，咁我咧就好高興能夠參加大家咁嘅聚會，因為而家我年紀大就比較少啲出嚟，咁亦都好多謝我哋嘅師弟師妹能夠搞到咁盛大嘅宴會。使到我哋有機會咧係分享。咁頭先講話我哋校友會就佢話我哋入去俾個咩嘅入去警務處嗰度咧查一查，就話咧我哋領英中學校友會